台南市议员曾子杰服务处以及展顺良知友会，对疫情开始就无办项目活动，该参加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的义卖活动。今年购买将近100份的自制礼盒仔，同时号召东区济济里长发挥中秋圆圆人团圆的精神。第一次在这个疫情开始的中秋节的这个公益跟创世基金结合到现在呢，我们持续的。我们以我们曾子杰服务处还有良友会，我们持续到现在应该是有6年了，还7年了，哈，6、7年了，我们还是持续每个月小额捐款给这个创世基金的清寒植物人。今天就是代表创世基金会要来感谢各界的爱心，这么样子的帮忙。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把这个照顾服务做好。旧历7月份报道，议员曾子杰嘛陆续收到济济庙宇及企业的物资，嘛趁到过节进前发起联合捐赠行动，捐赠画饼、生活物资、白米等等，予东区弱势族群。阮估计做介济啊，有需要艰苦人社会艰苦人有需要，那不管福利事，阮会尽力去帮忙。尽力做。很谢谢大家给我知杰这个机会，为大家来发声。曾子杰感谢各界公益团体肯定，和服务处会当提供物资，分送予东区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过中秋。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